好了，以後今日要嘅廣告後啊，轉到福起來嘅節目嘅現場，今邊係好事生產線咯，來同大家嚟講到嘅，或者啲倆突然幸福嘅不當殺氣哦，啲不當嗰邊學教哦，記得我本學生來體驗呢個種族建造建好哦，也都寫我做到歡喜，家長來講咧，記得咪當然通哦，講到呢一位呢，可能當到嘅朋友是想講，啲呢個工種上去都係冇按簡單冇按改呢，幾多按樣板去來做樣板去安排嗬，呢下是我細細夾夾嗬，像啲嘅歷史中來老大家來講下嗬，啲頭先其實已經講到而家學生嗬，記得做到當歡喜，因為按透過畫面做得看得到，唔過咧，呢下都嘅歡喜啊，可能佢係對呢個開始嗬，本記得可能心理嘅一個建設嗬，先阿老記得本記得啲講記得要做乜嘅，過後陣個本記得實際去做，嗬實際去做，陣個來做挑戰嘛嗬，你係課程來講應該做唔得從一啲學校啲擺度嘅課程，因為當禮拜上埋嘅課，學做唔得按樣先，按樣呢度嘅課程運用班來做安排。哦，佢你係課程，佢不當結銷其實到年前其實開始就安排嚟啦，嚇。按來咗時節，像金鐘嚇，其實排個高年生嚟，5、6年生嚟，幾人講解，因為金鐘我要練啦，嚇，我要聽，按嗰度高年生有高年生嘅課程，按中年生有中年生嘅課程，一個好。細嘅嗬，係嘅一個小朋友學認認識喺個講幼稚園，又係講樣板戲，學認識學細幾多有幾多課程。咁講呢套就對一個種嘅隻溜達種來講是有一隻課程成功係我過年基本上做得來做咯嗬。唔係講啱啲係學時喎，啱是去時喎嗬。對一啲講前置工作其實未動到。你一時間啲學校。講正經嘅，唔係單聽講1班2班嘅學生嘅。唔係錯。你按到學生，你都用樣板去做咧分配咧。哦，佢開始就寫教案嚇，佢教案佢睇個全學教授去討論啦嚇，討論佢你啊乜解釋乜嘢做咁樣嘅，按規則教案出來之後，大家是就了。教案按做哈，按像高年生咧，按台體會做，台體是會做嘅，像金鐘，然後育苗開始，金鐘啦，按講芙蓉啦，你也是係高年級生記得，本記得來做，記得未學校得學啲，學教記得下，有辦法來學。我社區嘛會欠解老早係教哈，解。佢會配合自家意思，教佢咁樣做嘅。按像下世其實所以一個小鴨嚇，河鴨係買到鴨咧細鴨開始賣咧。細鴨子。細鴨子是本該低年級來學嘅。按學到2禮拜將本間土天讀。你講到呢一個成個小朋友啊，嗬，低年級嘅嗬，記得我來學呢到阿母嗬，你學阿母來講，呢到阿母要特別去跳脫個適合來，想講到想講用阿母老嘅時務嘅時節，講到天讀嘅阿母，嚇，佢要特別哪隻品種樣樣辦先講？嗰我哋一直賣嗰河鴨嚇，嗰你啊冇講我特別係賣種嘅，應該像你特別係應該係跟賣鴨是種個邊個天落去，嘛冇去關機講，嘛個鴨就適合嘅。係有興嗬，所以你嘅鴨啊嗬，記得我先學嗬，學咗一段時間過後，記得我撈啲腳去天讀嗬，天讀過後，當然啊，呢個可能一個過程當中啊嗬，一成年咧食歐。記得未？老呢一個鴨子要互動，要互動咯，嗬！你要去睇談看啊，記得講埋喎。梗係冇去撈記得談啦，嗬！記得咪就講，喂，你發現本先生講，唔曉
記得子愛心嘛，記得用慢lau去腳出去。哦，該是有個欣賞嗰個推ขึ้น聲音按尾等佢袂見行見好，那記寫咗，我記得是見行到天都去安樣型啦，吼，所以有欣賞來帶記得向下來做。哇，真緊嘅吼！你向前面要來上下吼，假使講你講啲大年紀嘅學生啊，吼，記得自家來學下寫下字哦，過後呢，要攞去學去天讀，吼，韓國人用攞去大轉來呢，安補習頭嗎？也係全部都一會寫法咧。該下是記得自家係落實嘅。用個描繪起來哈，該將嗰個教為做嗰個壓。哦，所以用描繪起來，佢叫做搭冇辦法做落去。搭隻簡單嘅壓料，佢按部頭就係箍。所以你都壓冇，吼，記得做那個吞霧咧，自家會轉到壓料啲位度。就個雪嘅東西，變個壓料落去，其實會個。都該拖雪。你是頭去莫擺落雪，轉來我下面就好雪啦，吼，唔是少講話要多吼。哦，你一直講到吼，你寫學啦，吼，韓國啲個高年級嘅吼，一中年級要做乜嘅咯？係，中年級嘅嗰度是會去春天看水啊，吼。係。韓國上下就個坐下台叫為停棒啊，會去春天棒坐嚟度，是安排嗰度。中年級嘅學生咯，吼，所以咧，吼，唔是講嘅個冇寫好做啦，呢度其他學生，其他一下課程安排到好寫，吼，安排到按好寫。一啲一下就講啊，記得呢種90半年開始只有中咧，吼，仲有2分半。係。有2分半，一般來講，吼，跟按樣做的壽星有幾多？一般你有機嘅，吼，佢。產量又少點啦，差唔多8箱，平常係1份差唔多1000斤。1份鐵一般嘅農法係1000斤，係，佢哋差唔多800兩斤係。800兩斤吼，800兩斤，所以佢2分半加埋個2300斤，係，都係2300斤係。所以2分半來講只有2000兩斤嘅，哇！你真經當好呢，你2000兩斤嘅，你個谷，嗬，梗係谷。嗰啲割下來谷啊，嗬，我來處理咧，嗬，曬谷，一曬谷咯嘅後輩嘅一個工作咪係學生嘅自家來完成嘅。係，今年係到個學校天師餅曬，係，唔過學校天師餅嘅。咩天師餅係操場啊，嚇！操場嘅籃球場嘅。聯通餅。係聯通餅嗰邊洗，我嗰洗要當到個食粒啊，冇咪適合啊。係。按天然是辦到個中午個蘿蔔個三合院個煲湯嗰邊洗，嗰邊洗白。係，按洗谷讓下好食，按你看得到佢嘅水分嚇。係。按。就講應講日頭曬嘅啊，吼嘅焗料嚇，焗料裝做咧保留下來吼，撈一啲講機器去看守嘅，其實係有所長吼，用日頭曬用焗料，你個米將會好食，好，你係看咪係一種雙食做得撈成年來講啦，吼，好，你係講從那個10天開始到那個焗煲到那個。因講變做米嘅嗬，一個規章嘅過程，佢都全部要經過咧嗬。而家正經咧嗬，一個係按到嘅兩個米啊嗬，全部學生嘅自家是麼？唔係啦，你啊學生出嚟佢要嘅一禮拜割好配走，種米種好之後，那轉到學校，佢一禮拜專門係學佢學大家種嘅米啊。本身你係嗌自家種嘅就。要參加嘅嚇，之後出嚟中嘅是來賣嚇，都喺網絡上銷售嚟賣，從呢一包1公斤嚇，你未你推薦咯？好，你係推薦一包係推薦，你推薦係你推薦佢賣150塊啊？你推薦賣150塊？150係。哦，安樣先，你都賣到嘅錢咯？你啊，從今年佢賣到係要20兩萬啦，嗬，
会扣到长板和中的钱，其实做福教的，个弱势的学生，哈，个本间做个营养午餐啊，对。哦，所以呢，Andy 咪做得吼，本学生吼来学习吼，也算係講生活啲唔多種了解生活嘅想講常識啦，吼，不記得學到了都另外呢，也學生喺做得做好事吼，就做得來傳授其他弱勢嘅學生，咁樣真件是係一種同好嘅教育吼。Andy 喺咪讀了解一個不當邊學教，記得要貼片，我來做應講嘅吼。嘛，特色學教嘅一隻方式，向定你一隻方向去發展，要安樣一隻規劃下。有，所以佢哋發同佢跳到每佢寫嘅教案是幾年嘅課程，嚇，和你當年98年開始，當年做今年還會繼續做下去啊。所以講人員吼，會見來可能見做見大吼，學你係講到你啊，會當然可能鄉親朋友知道，哇！你聲音啦吼，要安樣嘅隻體驗，真緊係當吼。唔過鄉親朋友想到麼？記得話唔單止吼對了解，一講繁榮嘅佔國吼，設價內佔中設價內吼，多了解變做米學過後，當然可以賣哦，我賣出去嘅下去做乜嘅？了解講到行銷一定重要，講到透過名路。唔過，到了之前有一隻，你講設計哈，係個包裝咯。你包裝咪全部要嚟到西歐嘅設計來啊？係，你包裝你嘛要像佢學校嘅美術欣賞，嚇，所以教攝影畫圖，嚇，按畫圖設計按可以先下好看嘅，下要貼色嘅來用到你個包裝當個，哇！前幾年要看到你個包裝哦，你吃到當要法律當定義下，韓國食材當豐富，當大年，冇錯。韓國你會有一種派吼，你派上去來形容版先。啊，你派你後背你後背要試哈，好，來讓本觀眾朋友來看下你一張吼 ，Andy 後背你吼，所以講你米吼當好是師母大家嘅一隻機器，我哋是所有嘅學生啊，記得來。係，你是大概學生基本寫一種卡片，師母賣了米嘅，安樣嘅，所以你真緊所以拿到了因來，唯有冇強樣嘅一隻感通啦，吼，你感通唔係講。俺拿到面，然後留給實體甜甜，佢做得看到和看到，小朋友設計吼，來講到嘅就師母咧，哇，真緊吼，就安樣嘅就放心啲，鄉親朋友吃到樣板顯咯，吼，聽講哦，記得係咁樣學教設計類了解我師母之外啊，還有寫來其他嘅國際學教嘅學生啊，係樣板顯家下就來留大家來講哦，先到兩位來聊下。